全球每年生產嘅芒果超過6200萬噸，其中印度一個國家已經佔接近一半，達2600萬噸。中國約390萬噸，泰國370萬噸，印度尼西亞360萬噸。至於澳洲呢，每年只生產大約7萬噸芒果，7萬噸放喺全球6200萬噸產量入邊，只佔唔夠0.12%。但偏偏就係呢個只佔0.02%嘅國家，將一個芒果賣出令人難以置信嘅價錢。2023年11月，嚟自澳洲北領地嘅芒果登上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超級市場貨架，每個售價8.99美元，折合接近14澳元。一個芒果就要14蚊。相比之下，印度芒果喺當地零售市場換算後，通常每個唔使1蚊人民幣。同樣係芒果，價錢竟然相差幾十倍。更加令人意外嘅係，呢啲高價芒果唔係生長喺雨水充沛嘅熱帶雨林，而係嚟自澳洲內陸荒漠嗰度，土地龜裂，紅土漫天，烈日曬到人幾乎甩一層皮。但係就喺呢種環境入邊，一排排芒果樹好似等待檢閱嘅士兵，整整齊齊向前伸延，每年結出7萬噸鮮果，創造超過2.25億澳元產值。一個遍佈荒漠嘅國家，究竟點樣將芒果變成高度標準化嘅工業產品？今日我哋就拆解澳洲芒果產業，睇清楚背後嘅運作邏輯。喺大部分人想象入邊，芒果應該生長喺濕潤嘅熱帶叢林，雨水充足，空氣潮濕，果實喺樹蔭底下慢慢轉黃。但係澳洲人種芒果嘅邏輯偏偏完全相反，佢哋揀嘅地方係全澳洲最熱、最乾燥、最極端嘅地區。澳洲95%嘅芒果都來自2個地方：北領地同昆士蘭。北領地嘅芒果種植主要集中喺達爾文同海瑟林一帶，當地有6350公頃芒果園，每年出產大約4萬噸芒果，佔全國總產量52%。但係北領地一個地區，芒果產業已經為當地經濟貢獻超過1.28億澳元，採收旺季聘用嘅勞動力達到3500人。至於昆士蘭嘅產區就分布喺北部湯斯維爾、鮑恩同埋馬里巴一帶，供應期由11月一路延續到第年2月，供應中晚季芒果。點解偏偏要揀咁極端嘅地方？因為芒果樹最怕嘅唔係熱，而係濕。芒果喺開花、結果同採收階段都需要低濕度環境，濕度一高，花穗會發毛，果實會感染炭疽病，根部亦可能腐爛，成片果園嘅產量隨時大幅下跌。而北領地同昆士蘭嘅氣候啱啱組成一套接近理想嘅條件，日間強光幫助芒果樹高效進行光合作用，令果實累積更多糖分，甜度更高。雨季嚟得快，退得亦快，提供足夠灌溉水源之後，迅速離場，將病蟲害窗口壓到最短。最關鍵係澳洲芒果每年9月至第2年3月成熟，啱啱就係北半球主要芒果生產國嘅淡季。當墨西哥、印度同泰國芒果喺北半球夏季集中上市，價錢被壓到最低嗰陣，澳洲芒果就啱啱喺南半球夏季成熟，反季節進入市場，自然可以享受高溢價。一個芒果賣到14澳元嘅秘密就由呢度開始。單靠氣候條件仲未夠，氣候只係舞台，品種先係演員。澳洲芒果產業嘅絕對主角叫 Kensington Pride， 中文有時譯做肯辛頓驕傲，但係更多人會叫佢 KP。或者鮑恩芒果，呢個品種喺澳洲芒果市場佔有率大約43%，歷史上曾經高過80%。佢嘅果肉呈金黃色，纖維含量適中，帶住一種澳洲人認為獨一無二嘅香甜味道，同佛羅里達培育嗰批出口型品種完全唔同路線。KP 本身嘅故事亦相當有趣。19世紀80年代，昆士蘭鮑恩地區一名叫哈里洛特嘅農場主人喺自己農場種出呢種芒果，佢個農場叫肯辛頓，所以呢個品種就叫 Kensington Pride。洛特曾經嘗試阻止其他種植者攞走佢嘅芒果種子，但最後佢家自己開始喺當地出售果實，呢個品種就咁慢慢擴散開去。去到今日 ，KP 已經成為澳洲國民芒果。每年夏天，澳洲人見到 KP 上市，就知道真正嘅夏季已經嚟到。不過 KP 有一個致命弱點，佢嘅果皮太薄，長途運輸期間好容易撞傷，所以並唔適合大量出口。於是澳洲又培育同引入其他品種，補翻呢個短板。R2E 異體型大，
果皮厚、顏色鮮紅，而且內運輸幾乎係專門為出口市場度身訂造，喺香港同新加坡表現出色。Calypso 就係另一個後起之秀，佔總產量大約28%，甜度高，貨架期長，正快速搶佔市場份額。仲有 Honey Gold 佔大約10%，以蜂蜜般嘅甜味聞名。呢4個品種加埋，就構成澳洲芒果產業嘅核心陣容，唔同品種負責唔同市場通道 ，KP 滿足本地消費者味蕾，R2E2打通出口物流鏈 ，Calypso 兩邊市場都兼顧 ，Honey Gold 就鎖定高端細分市場。品種並唔係隨便揀，每一個品種嘅存在背後都對應住一套清晰商業邏輯。品種揀好之後，下一個問題就係點樣種。呢度正正係澳洲芒果產業同全球大部分芒果產區拉開距離嘅地方。如果由高空俯瞰一座澳洲大型芒果園，眼前見到嘅唔係熱帶叢林自由生長嘅畫面，而係一座精準得令人窒息嘅戶外工廠。每一棵芒果樹喺種落嚟嗰刻，位置已經被固定，行距同株距全部經過精密計算，確保大型採收機械可以喺樹行之間自由穿梭。果樹高度亦被嚴格限制喺機械臂伸得到嘅範圍，絕對唔容許任由生長。更關鍵嘅係一套鋼線牽引系統，兩排芒果樹之間拉起一排排鋼線，好似葡萄園棚架擔，將樹幹固定喺直立位置。咁做唔係為咗好睇，北領地經常受到季候風同暴風天氣吹襲，再加上果實集中成熟時帶嚟嘅巨大重量，如果冇鋼線支撐，樹幹好容易傾側甚至折斷。鋼線系統仲有一個深層作用，就係控制樹冠形狀。樹冠越緊密，陽光就越容易穿透到內層果實，成熟程度會更平均，採收時品質一致性亦都更高。灌溉採用滴灌方式，水唔會噴到葉面，亦唔會將泥土浸透，而係經由喉管慢慢滲入根部範圍，精準供水。每一次灌溉都有明確目的，提供剛好足夠嘅水分，促進植物生長，但又唔可以多到引發病害。喺極端乾旱氣候之下，呢種克制反而令芒果生長得更平均，果皮更厚，果肉更結實，更能承受長途運輸嘅折騰。修剪係另一個核心環節，過高、過密或者互相交叉嘅樹枝都會被剪走，唔係為咗美觀，而係要令果樹保持低矮、緊密同通風良好。陽光可以照入樹冠更深嘅位置，令果實成熟更平均，病蟲害亦會減少。最重要係標準化樹形，可以將採收機械嘅接觸效率推到最高。作業期間唔會折斷樹枝，亦都唔會碰跌未成熟果實。由種植到灌溉，由護理到整形，每個環節都指向同一個目標，喺最短時間窗口內完成大規模、高品質、低損耗嘅集中採收。呢啲芒果能夠生長，靠嘅唔單止係陽光同風，更靠一套紀律嚴明嘅農業管理系統。澳洲最大芒果種植商 Manbolo 就係呢套系統嘅典型代表。佢哋喺北領地海瑟林擁有一座佔地4平方公里嘅農場，入邊種咗65000棵芒果樹，連同昆士蘭另外6座農場。Manbolo 係全澳洲最大嘅 KP 同 RE2 品種種植商。佢哋嘅芒果喺澳洲本地由 Coles 超級市場獨家銷售，同時出口到韓國、加拿大同美國。每一個芒果都由人手採摘，由樹上一路去到超級市場貨架，全條供應鏈全程都嚴格監控。果園嘅精密管理，去到成熟期會面對一場終極考驗。芒果呢種水果有一個令種植者頭痛嘅特性，同一棵樹上嘅果實永遠唔會同一時間成熟。一個已經開始泛黃，旁邊吊住嗰個可能仍硬得似石頭，過熟嘅芒果會自行跌落撞傷，出口市場唔會收。未完全成熟嘅芒果，果肉淡而無味，風味亦唔夠，消費者食一啖就唔會再買第二次。所以種植者唔係靠感覺判斷，而係睇數據。澳洲芒果產業協會制定咗一套嚴格嘅成熟度指標系統，核心參數叫做乾物質含量。芒果喺樹上成熟嘅過程中，會不斷累積澱粉同糖分。採摘之後，澱粉亦會繼續轉化成糖。乾物質含量就係量度芒果體內澱粉加糖分嘅總儲備量。
由掛果初期大約11%，一路升到完全成熟時大約22%，每星期約增加0.72個百分點。業界規定嘅最低採摘標準係乾物質含量達到15%。北領地種植 KP 同埋 Calypso 品種嘅果園，通常要求90%果實達到15%以上，平均值去到約16.5%先會開始採摘。以前測量乾物質含量，要切開果實做破壞性檢測，驗一個就少一個。但係依家種植者用嘅係近紅外光譜儀，呢種手提設備好似一支高功率電筒，向芒果照一下，光粒子穿過果皮進入果肉，與分子結構產生相互作用之後反射返嚟，儀器就可以喺幾秒內讀出乾物質含量同百利度。每日朝早更新數據，比較同預測，再決定邊個區域先採，邊個區域要再等幾日。呢個時間窗口究竟有幾窄？延誤1星期就可能令成千上萬噸芒果錯過最佳採收期，換算成經濟損失就係幾百萬澳元。自然嘅節奏同市場嘅要求喺呢刻正面交鋒，種植者一定要作出選擇，而且冇反悔機會。當數據確認芒果可以採摘，果園就進入全年最緊張嘅階段。採收唔係一次過全部摘晒，每一個區域都會按照成熟度計劃分批開放，確保每一個摘落嚟嘅果實都處於最佳時間點。工人沿住樹行慢慢移動，逐個觀察果實嘅顏色、硬度、大小同表面質感，現場判斷邊啲可採，邊啲留到下一輪。佢哋會用專用修枝剪剪出一個乾淨利落嘅切口，同時保留一小段適中長度嘅果柄。呢個細節非常關鍵，果柄剪得太短，樹液會由切口流出，灼傷果皮；剪得太長，包裝時又會刺穿旁邊嘅果實。摘落嚟嘅芒果唔會掉到地上，而係輕放入鋪有軟墊嘅採摘籃，並喺果園現場完成第一輪分揀。出口級果實會被另外揀出嚟，處理程序較慢，但係精準度更高，因為就算只係一條微細刮痕，都會令商業價值大幅縮水。不過，人工採摘正面對一個越嚟越嚴峻嘅問題：勞動力。澳洲芒果採收季高度依賴季節性勞工。新冠疫情期間，國際勞工供應中斷，成個行業差啲停擺。呢個教訓推動咗一項全球領先嘅技術研發。中央昆士蘭大學海利沃爾什教授團隊同 Freelance Robotics 公司合作，開發咗一部芒果自動採摘機械人。部機械人安裝喺一架無人駕駛拖車上，最多可以配備12條機械臂。鏡頭先掃描果樹，辨認成熟果實嘅位置同距離，精準度可以控制喺4毫米以內。之後機械臂伸出去完成採摘。原型機喺田間測試入邊已經做到75%嘅識別採摘效率。一棵樹單邊採摘大約需要6分鐘。目前呢部機械人仍然走緊商業化道路，仲未完全取代人工，但佢代表嘅方向好清楚。人負責品質把關，機器負責速度同一致性。未來嘅芒果採收會係人機協作嘅混合模式。芒果離開樹枝之後，1秒都唔可以拖。由採摘區去到加工線嘅距離被壓縮到最短。果實首先進入循環水洗槽，沖走泥土、樹液同附著雜質，之後畫上分揀輸送帶，工人肉眼檢查同攝影系統自動掃描同步進行，評估大小、顏色同表面狀態。撞傷、畸形、有瑕疵嘅果實會即刻剔除，只有符合標準嘅果實先可以繼續前進。按大小分類，再整齊排列喺包裝托盤入邊。出廠前仲有一個步驟：預冷，將芒果核心溫度快速降到安全水平，減慢後熟速度，減少水分流失，令芒果經過幾日甚至幾星期冷鏈運輸，抵達終端時仍然保持品質。成個過程連續運作，用全封閉系統，由果園去到冷庫嘅時間被壓縮到極限。唔係所有芒果都會走鮮果出口渠道，一部分成熟度合格，但係外觀未達出口標準嘅果實會分流到深加工車間，去皮切片之後進入烘乾系統，溫度同時間受到嚴格控制，保留天然色澤同濃郁甜味，保質期可以延長到幾個月。芒果乾嘅價值唔在於外表，而在於口感穩定同覆蓋更廣嘅國際市場。跟住就係全球供應鏈接力，無論係鮮果定芒果乾，每一箱貨物都附有完整追溯資料、產地、採收日期、品質等級。
專用冷鏈貨車將貨物由果園運去轉運中心同出口貨櫃碼頭，成段冷鏈過程唔容許出現任何溫度偏差。呢啲嚟自澳洲嘅芒果，最終會到達美國、日本、韓國、中東同東南亞嘅貨架。消費者願意支付日價，因為佢哋買到嘅唔只係一個水果，而係一套由品種選擇去到冷鏈終端全程受控嘅品質保證系統。去到呢度，我哋可以將成條線拉埋一齊睇。一個芒果產量只佔全球0.12%嘅國家，靠嘅唔係規模取勝，而係用一套極度精密嘅系統，將每一個芒果嘅價值推到最高。揀啱氣候帶，利用反季節天然形成價格護城河；揀啱品種組合，令唔同品種對應本地消費同出口物流兩條渠道，將果園變成戶外工廠，用鋼線、滴灌同標準化修剪，將每棵樹變成生產單位，用近紅外光譜儀同光物質數據取代經驗判斷，令採收時機由差唔多變成精確到百分點嘅科學決策，最後用不間斷冷鏈鎖實品質，一路送到地球另一邊嘅超市貨架。成套系統證明咗一件事：喺農業領域，產量從來唔係唯一競爭維度。你種唔贏印度嘅2600萬噸，就要喺每一個果實上做到印度做唔到嘅事。但係呢套系統亦都面對越來越大嘅壓力。氣候變化正打亂澳洲芒果產區嘅季節節奏。2022年，昆士蘭北部一場反常嘅高溫高濕春季天氣，令採收季提早展開，同北領地延遲嘅產季撞埋一齊。兩個產區同時大量上市，供過於求，直接壓低價格。當年業界收入暴跌超過10%，異常暴雨同持續熱浪可以喺幾日內燒毀花穗，打落果實。而呢啲極端天氣事件正變得越嚟越頻密，勞動力係另一個不斷惡化嘅樽頸，成本上升，人手減少。亦正因為咁，嗰部配有12條機械臂嘅採摘機械人，對行業而言唔係錦上添花，而係生死攸關。未來方向已經好清楚，機械人讀取植物狀態嘅速度會快過人眼。AI 會喺果實仲未成形時，已經預測到產量，每一個種植決定都建基於數據，而唔係運氣。喺一片令人以為乜都做唔到嘅紅色荒漠入邊，澳洲人硬係將芒果發展成一個年產值超過2億澳元嘅精密產業。呢個唔只係一個關於水果嘅故事，更係一個關於人點樣喺最不利條件下建立系統優勢嘅故事。當其他人用體量壓倒你，你可以選擇用精準度反擊。講到呢度，我想聽下你嘅睇法。一個喺美國超市賣到$8.99嘅芒果，同一個喺印度市場只賣幾毫子人民幣嘅芒果，究竟差喺邊度？係品質真係相差幾十倍，定係系統同品牌日價發揮作用？另外，你覺得好似澳洲呢種高端精品路線，會唔會隨住氣候變化同全球競爭加劇，變得越嚟越難行？歡迎喺留言區講低你嘅睇法。